19新型冠状病毒呢，疫情是拖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患者出现无同款的症头。除了讲上呼吸道无爽快以外，即卖有确诊的个案出现会落下、腹肚疼的症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这款的个案伫台湾算是少数，不过会持续观察，有可能会列入通报。 随着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临床嘛出现无同的症状，提供医师作为诊断的指引。对进前发烧、干燥、呼吸道无爽快，到最近发现着鼻无、食无，即摆也搁出现着落瀉、腹肚疼。肠道细胞本身就会有冠状病毒用来侵入我们细胞用的一个细胞接受器，冠状病毒比较有可能就直接感染了肠道细胞而引起腹泻的症状，大概5%到10%之间，并不是很常见。 虽然台湾落瀉案例是少数，卖继续观察后续的个案状况，无排除列为通报定义。另外，国外嘛有医学报告显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若影响呼吸道，嘛有可能影响神经系统，有部分的患者甚至并发脑部病变。 你的心肺功能严重失调休克，那休克的时候脑部缺氧就会造成脑病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感染非常严重失控，尤其是在有潜在疾病的人，病毒可能会全身乱跑，包括会跑到脑部的可能性是有的。全球感染的人数快速增加，患者的病情嘛进展无同，观察到的症状嘛无完全相像，嘛互各界对着这个新型形态病毒有更较侪认识。 希望对于研发药物甲疫苗有更较侪帮助。